Welcome to Fairy Toys。Hello， 我哋今日玩一個 Rainbow Fairy 貼紙書，睇下裏面每一版都有唔同顏色嘅 Fairy， 後面有好多色彩繽紛嘅貼紙，啲貼紙可以撕落嚟嘅。我哋而家開始貼第一頁，紅寶石彩虹精靈。紅寶石精靈住在高高的魔法城堡裏，在下雨天，當陽光穿過雲團時，他喜歡製造彩虹。我哋而家幫 Ruby 換上彩虹仙子裙同埋裝飾頁面，城堡上面有啲空白嘅位置，我哋貼返大門同埋圓錐形嘅城堡屋頂，仲有五顏六色嘅雀仔同埋彩虹魚。之上，當 Ruby 飛過仙境的時候，天空開始彌漫着雨雲。他要去收集魔法星粉，來製造他的彩虹。在他的下方，仙女們在樹上飄舞。花瓣，罌粟精靈的花園，到處都是花，閃亮的漿果和小蟲子。小蟲子會幫助紅寶石彩虹仙子和罌粟精靈收集紅色的魔法星粉。橙色的樹林 ，Ruby 和萬壽菊精靈在橙子樹中飛來飛去。Ruby 採摘了一些掛在樹枝上的水果。
色的草地，在黃色的草地上，蜜蜂在盤旋，蝴蝶在飛舞，草地上長滿了黃色的毛巾花、蒲公英和向日葵。綠色的葉子，在樹下，野薔薇和烏鱉正在尋找幸運的四葉草。他們發現了他們想要的東西嗎？藍莓，烏鱉從灌木叢中採摘漿果。灌木叢生長在清澈的藍色小溪旁，蜻蜓飛嚟飛去，魚兒在水中游泳。
羅蘭精靈正在幫助他收集魔法星粉。深藍色的鳥兒和紫色的小生物也來一起幫忙呢。揮舞着魔法棒時，彩虹的魔法星粉在空中飛舞，把花朵變成了紅色、橙色、黃色、綠色、藍色、靛藍和紫羅蘭色。神奇的蝴蝶會別從一邊到另一邊揮舞着魔法棒。當蝴蝶飛舞時，魔法星粉把它們的翅膀變成了彩虹。
烏比最後用魔法棒掃了一下，在天空上畫了一條巨大的彩虹，彩虹的顏色也出現在蓬鬆的雲彩和雨滴中。隨着太陽在一天結束時落山，烏比的彩虹也逐漸消失了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， 拜拜！之後嗰啲訂閱我啊，拜拜。